女人你要聽師傅講，即係你結婚啊、搞婚禮呢咁嘅大龍鳳，呢啲錢可以慳就慳啲。你將婚禮搞大龍鳳酒席嗰啲錢啊，儲低之後你生仔啊，用嚟住病房住好啲，住單間嘅，請月嫂請佢多服侍你幾個月，想打無痛就打無痛。你將錢使喺呢啲嘢上邊，好過你去搞大龍鳳，多多聲。咁我都理解你嘅，你結婚擺酒，你想要場面有咁大得咁大，你想要搞個好盛大嘅婚禮，等人哋知道你個老公係好肯為你使錢啊，對你係百般寵愛，窮奢極侈。咁其實男人都想要牌面㗎啦，男人都想要威啲㗎啦。但係嗰啲嘢唔係生活嚟㗎嘛，嗰啲係表演嚟嘅，係曇花一現。你咁樣去敲鑼打鼓、通街唱，等人哋知道你你老公對你幾好。其實冇幾多個人係真係去關心你，真係去戥你幸福。更多嘅係眼紅你、妒忌你，之後甚至會過嚟搞你個破壞，過嚟打你主意。你覺得鳩師傅講得啱唔啱先？你哋有任何情感問題、任何婚戀問題、擇偶問題、揸唔定主意嘅，可以過嚟揾鳩師傅呢一個互聯網男閨蜜傾訴下我同你密針下。